呢個係最簡單舒緩腰痛嘅伸展動作。首先，坐直，保持背部盡量挺直。如果痛楚主要喺右邊，就將右腳畫放喺左腳膝蓋上，形成一個四字形。然後，用右腿同臀部力量將屈曲嘅膝蓋盡量向下壓，千祈唔好用手幫助，完全靠腿部肌肉發力。壓得越低，越能夠刺激臀部同髖部周圍嘅肌肉，特別係臀大肌。保持呢個姿勢，然後將右手舉高，身體向左側彎曲，透過下背部帶動動作。當你做呢個動作時，應該會感覺到從肋骨底部一直到腰部同髖部上方有深層伸展，而且通常會感覺相當舒適。保持呢個動作20至30秒，放鬆，然後重複3至5次。